約伯記第7章。人在世上豈無爭戰嗎？他的日子不像僱工人的日子嗎？像奴僕切慕黑影，像僱工人盼望工價。我也照樣經過困苦的日月，夜間的疲乏為我而定。我躺臥的時候便說：我何時起來？黑夜就過去呢？我盡是翻來覆去，直到天亮。我的肉體以蟲子和塵土為衣，我的皮膚才收了口，又重新破裂。我的日子比梭更快，都消耗在無指望之中。求你想念，我的生命不過是一口氣，我的眼睛必不再見福樂。觀看我的人，他的眼必不再見我。你的眼目要看我，我卻不在了。雲彩消散而過，照樣人下陰間也不再上來。他不再回自己的家，故土也不再認識他。我不禁止我口，我靈受苦，要發出言語。我心苦惱，要吐露哀情。我對神說：我豈是洋海，豈是大魚，你竟防守我呢？若說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榻必解釋我的苦情，你就用夢驚嚇我，用異象恐嚇我，甚至我寧肯淹死，寧肯死亡，勝似流我這一身的骨頭。我厭棄性命，不願永活。你任憑我吧，因我的日子都是虛空。人算什麼？你竟看他為大，將他放在心上，每早監察他，時刻試驗他。你到何時才轉眼不看我，才任憑我咽下唾沫呢？監察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，於你何妨？為何以我當你的箭靶子，使我厭棄自己的性命？為何不赦免我的過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？我現在要躺臥在塵土中，你要殷勤地尋找我，我卻不在了。